伫圣光高中热舞社青春有氧精彩的开场表演，甲医生作为陪伴，用爱来介引的影片分享。一方面鼓励青少年培育正常的休闲娱乐，另外嘛千万唔通染上毒品的危害。台湾推广毒品减害，对民国95年引进美沙酮的替代疗法。目前全市总共有13间指定药引戒治机构，甲8间卫生假药店的合作，希望会用协助药引者用戒除毒瘾，回归社会。我在20岁的时候接触到安非他命，之后因为自己好奇心下，又与朋友一同染上了海洛因。染上了海洛因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心工作，生活是一团乱。在得知有美沙酮戒治疗法的时候，也因为在卫生局与奇美医院的帮助下，我顺利的参加美沙酮戒瘾治疗，让我现在可以正常的工作了。用爱不能发电，但用爱可以戒瘾。好，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关怀取代一个法律的惩戒。好，当然每个使用毒品的人都有他自己应该负的法律责任。好，但现在在法律上的规定有一些要件，事实上是可以这个用很多替代的方式，能够来让它一方面不成为一个这个沉沦下去的人口，而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对社会上有帮助、对家庭有贡献，而且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人。台南市对今年度累积到5月份，总共有935人持续接受替代疗法。市府为了补助药瘾者的医疗戒治的费用，特别编列1000万的预算，一方面减轻药瘾者经济的负担，另外嘛持续增加因对治疗的意愿。根据统计，台南市药瘾的治疗，只要稳定接受美沙酮替代疗法超过2档，伊的就业率就会用达到62.9%。另外，伫个服药出席率好的药瘾者，伊的毒品再犯的几率嘛降低到5%，表示医疗戒治的成效良好。现场市府当时还阁颁奖表扬13间指定药瘾的戒治机构，甲8间卫生专业的陪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